因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代表的作品《蒙娜丽莎》这幅画是同人知，毋但画出蒙娜丽莎的笑容，就连这幅画大家嘛拢在讨论，拢在回讲蒙娜丽莎是徛伫倒位，画的背景到底伫倒，定定后代拢在讨论这个问题。即马有专家提出上新的看法甲讲法，因认为蒙娜丽莎背后的风景看起来，蒙娜丽莎是徛伫意大利北部一个叫做莱科的小镇。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客满的参观人群，差不多拢是要来看达文西的名画《蒙娜丽莎》。伫达文西过身500多年后的即马，各种仿的艺术作品，甚至加入现代动画科技的表现方式，嘛侪甲敢若山。啊，毋过也有热爱历史考证的各方专家探讨达文西这幅画作的所讲地点。意大利的历史学者捌伫2023年讲有找到画作的所在，就是伫意大利中部的泰拉里纳，理由是背景有画到下过阿尔诺河的桥半圆形的桥坑，都是因辨认的根据。啊，毋过意大利的地理甲艺术史研究者皮佐卢说，伊认为重点毋是桥，是规幅画作所表现的地理景观。You could have a bridge or not have a bridg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have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And in the other hypotheses, the geology was just incorrect. It was just a bridge. It didn't have a lake behind it. It didn't have the geology. And so we find this limestone, and we can see that it has a very distinct weathering pattern. 皮佐卢所指出，根据伊考证的结论，蒙娜丽莎画作背景所在地应该是伫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一个叫做莱科的小城镇，也就是这段空翕画面的所在。英国的艺术品保存组织认为，因为科技证据的出现，蒙娜丽莎这幅画作的神秘感当然会较减少一寡。啊，毋过对达文西一生会当有更较深入的了解，也算是一寡收获。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